免么大，伊叫咩要客栈？拢客栈，飞面话，行业面的当中拢客栈，飞面话，面话是客栈，面话是客栈。他的是面叫内内分身叫来耶稣。面的三个波为海丢麦跟翁太波呢，都走。来耶稣，来耶稣。面的三个波，内内三个波。三个波为海丢。为海丢，为海丢，为海丢，麦根，翁太婆呢会做翁太，翁太婆呢会到，会到。走，走，来，耶稣，每年三个波为海丢。麦根，翁台婆呢？都走。来就是 ask 回问，为耶稣没你三个波为海丢，为什么？麦根，翁台婆呢也都走，为什么不跟他们的那个什么爷爷他们那个的遗嘱 Ado Will 走，他们为什么不按这个他爷爷奶奶的这个遗嘱做呢？买耶稣每年三个波，为海流麦跟翁太婆呢都走。要出脚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祝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，啦啦啦。